2026年1月份嘅樓市開局相當之唔錯，一二手成交暢旺，反映期內嘅樓市氣氛相當之正面，而交投亦都穩步提速。承接上年底樓市嘅升勢，發展商嘅去庫存速度亦都理想，逐漸形成咗一種價量提升嘅格局。而樓市小陽春亦都提早喺農曆新年前出現。一如預期，物業綜合估價量係按月大幅上升23%，亦都較上年同期升接近2成。而當中涉及買賣成交嘅估價量咧，就同整體嘅升幅一致。咁喺呢個升市嘅情況底下咧，相信高估價量能夠一直維持到農曆新年之後。估到價比率就按月上升2.8%，連升3個月，更加創出近5年半嘅一個新高統計數字。隨住升市嘅信號明確，新嘅成交數據亦都逐漸追貼翻市場嘅走勢，而且配合銀行按揭業務嘅積極取態，相信今年估到價比率能夠喺高位橫行。縱使今年外圍環境嘅政經隱憂不斷，但係今年港樓嘅基本發展條件相當之唔錯，而且信心正逐步咁加強。咁所以預期喺月底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應該對短期樓市唔會有太大嘅動作啦。